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1月27，旧历的11月初2，礼拜三。高雄的南马溪出一件车祸，互咱看到卡尾冷，一台修理车无拍方向灯，向来正越，机车道的起司未护线弄落喷出去，甲弄到的车佫甲交过，拖行1公尺，车才停落来。这真正是祖公啊有保庇，虽然起司的身躯顶有真侪所在骨头拢断去，但是加在无生命危险。 机车徛伫路面，对面一台车向正越，起司刹袂住，大力弄一飞出去，尚未到下1秒。这辆车佫继续开，甲倒入土块起司船交过，拖1公尺远才停落来。恐怖画面就发生伫高雄南马溪。该休旅车转弯的时候没有驶入最外侧车道，为肇事的主要因素。 落压非常大力，造成被弄的机车拢变形去，受伤的骑士紧急送病院治疗，全身有几只拢骨折去。根据统计，高雄市最近半冬来，汽车违规倒越正越，造成死伤着588件。提醒用路人等下进前一定爱先拍方向灯，同时嘛要注意后面是不是有车来，才袂发生车祸。